去无踪。予我请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我会现在，我来甲你讲，早你来讲一句话啊！讲啊！哎呀，莫讲，有灾难要来救咱啊！你这个歹人你呀！我想你是要死啦，袂过遐尼啊济呢。错大呀！我才会来呀！银山大金宝啊！我当面甲你讲，银山大金宝永远别来。陛下，你来创啥？我是什么人？你来创什么？敢有需要我问是？啊，大金宝啊！是啊，大金宝啊！大金宝啊！这位你是大金宝啊？无对。大金宝要注意哦。什么？谢谢你啊！不了。你讲，你若真是唔讲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阿爹，安怎？心疼，你是咧唔感谢？收命！阿爹，我要哪唔敢啦？我是唔敢讲吼，咱过话遐久啊，什么拢无得到啊。我唔管啦。阿爹，你是讲你要带我环游世界？安怎？敢讲你袂记啊？知啦，我要来叫袂记住，也毋过你。莫管遐济啦，我无希望讲吼，你即马该抬死啦。那安尼，我迄份财产应该得袂着啊。哼，文了，你钱的你唔讲，无要紧，黄苗你唔讲。这闭掉！你唔好怪讲我阿忠心肝浓毒，你若要怪，还怪你的主人伊不爱救，因为你的性命、你的财产比较较不对等，吼，闭掉。好啦，安那，你讲，只要是唔讲，唔讲你，哎呀，好，这套道理。大金宝，卖过来，你拿过来，清死就是本中。大金宝，你卖讲，你将伊抓起来。卖过来，卖过来，卖过来。大金宝，啊，豆豆哎，豆豆哎，豆豆哎，豆豆啊，豆豆哎，小刘啊，去敲电话叫护车，去，豆豆哎，豆豆，大金宝，大金宝，豆豆有没无忙啊？安尼想，赶紧，紧甲伊爱起来。好，快去。喂，小刘啊，喂，小刘，安怎泡汤了？哈？泡虾？啊？打断啊！哎呀，哪安尼啦？
心哥，你免着急，我即马马上就来刷卡去打电话叫车。我咯，小杨啊！哎呦，这是要安怎？拢怪我唔好，当时我若拍电话报警，就无这个代志。偷偷的，偷偷的，你是为了要死？偷偷的。大舅妈，我看小杨家己落去刷卡吼，我叫车叫我转来卖付啊！我看规气哦，我怎爱落刷卡落啦？快紧来，快紧来！啊，大舅妈，安怎啦？破断我家己来落啦。阮娘啊，你也甲看者。啊？我娘。我就带车甲你等，看你要走对倒位去。哼，这叫做单孤。阿刁，别为我指一条，咱为这条。好，行，行。哪会还袂来？敢还阁有别条路通？豆豆，我一定要叫豆豆，我一定要叫豆豆。四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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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了吗？我不要紧啦，叫豆豆较要紧。豆豆，你较忍耐，头前就是大路，咱去甲豆豆送来病院啦。好好，咱自然人去报警。好，行行行，行。豆豆，进来啊！行，行，行。想不到恁为着要得到我的财产，费尽心机，连我都唔知影地道。恁是安怎知影？是我伫听到，无一定去发现着。哼，就算讲恁得到我的财产，我都当我逃过法律的制裁。有了，你这么人伫我的手中，要生要死，犹在我。讲，财产讲伫什么所在？哼，讲嘛是死，唔讲嘛是死。我敢有需要讲？你想我真是唔敢抬你吗？阿刁，妹娘，拜托你赶紧讲啊！哼，我实在真想袂到，你是这么中毒的查某人，枉费我对你一片真情。原来这是恁早就设好的圈套。你知影佢想过慢啊？想过慢。我咧家在，我无带手票，我真正后悔都袂付，你动手啦！你想我真是唔敢抬你？我无简单就你死，要你死在你心所爱的人手中，感觉自意啥款哈？出面，杨宇，听伊啊，听伊。哼，抬啊！抬啊！抬啊！这就是你的报应！谢明丽，啊啊！秋明，过去我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今日会答应阿丁来参加这个计划，这就是要让伊伤害你。秋明，不管你相信还不相信，我到底会怎样？我爱人真正是你。也不过这一次，我已经无考虑。秋明，我有。秋明，是警察。秋明，你紧走，你紧走。不要，
我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秋萍，不要，秋萍，不要！红衫滚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嫁红也陪。警察先生，等一下，想要甲你讲几句话。秋萍，文瑶，你想要甲恁讲？是我陪你回去。我今已经无什么希望了，唯一的要紧，就是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我的心爱已经。秋萍，我已经原谅你啊。我就恁两个，被偷改。秋萍，文瑶，阿丽，阿丽，偷东的，偷东的，偷东的，三个伫咧叫你人不爱应，你啥人不爱应？你真是要甲三个放的做你气是无？你敢知影咱山顶遐面，还有遐汉子，拢需要你去照顾。你要互三个家己一个人伫山顶过着淡水的日子是无？豆豆，我猜我辛辛苦苦饲你20年，你真是遐尼忍心，要甲三个放了做你去？像就你这个不好的徒弟啊，我甘愿无爱你，使要甲你切。好，大姐妈，大姐妈，起来起来，土豆反应啊，土豆反应啊，起来，偷东的，偷东的，偷东的，土豆。哎，你别偷切啦！谁会跟你签？谁会跟你签？偷东的。土豆。爱情亲像一阵风，好啊好啊啦，文良啊，免搁送啊啦，金宝，啊你真是要搁加大？是啊，你嘛留来红标是哎呦，都免遐尼啊客气你。金宝，甲你做伙这段期间哦，我实在足唔甘甲你离开的啦。金宝，我实在是唔甘离开你。嗨，我嘛有那真唔甘，也毋过无法度啦。这边真正无转去袂用的啦。我山顶一寡米吼，忝甲强强要生虫，啊强要臭土啊了。好的，吼，对啊，这汉子嘛用要看。所以你讲，咱爱来转对唔对？好，掂掂。文良啊，讲实在的啦，人伫咧讲哦，姻缘是天注定啦吼。
你甲阿丽啊吼，都是注定有缘的啦。啊，等我即马将阿丽啊交互你，啊，你就爱好好甲人疼惜，你知无？哎呦，免说多谢啦，只要你若当幸福快乐，安尼我就欢喜啊你咧。会倒动的呀，啊，咱好来转啊呢。行，再见。再见啦！再见，再见啦！哦。我啊透动的啊，你是安怎？又搁咧行袂开骹呢？无啦，我哪会在。安怎？啊，你前咧搬歌样一桩过一桩，你对遐地方啦、民俗啦、地方名一定最了解哦。当然的啦。安尼我问你，是安怎屏东叫阿狗，啊高雄又搁叫打狗？爱管的来问的阿母王是安怎来的？啊，恁道边的故事又搁是安怎？唉，你一困仔囝甲我问这些，你是要叫我安怎讲？安怎要转去五指山，路途遐尼遥远，你用哪行哪讲我听，安尼较袂无聊啊。有理有理，是讲吼，你若要知影，用讲的较麻烦啦。规气我带你来去，哪行哪讲，安尼你较了解你咧。透透，行。将油门来吹真风，也是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即摆呢，有咱来宾抽出的幸运的奖。那么这个幸运奖呢，由咱这个名演员吼李宜修先生，就是担任咱大金宝创工学内中做阿吉啊这个。来，这个幸运奖拢总是30名。接下来这个会不会是第9首？咱请伫第9首来提出的300位。以上咱拢总有30名，这个是得到幸运奖5大金奖的雕塑品。接下来咱要来抽出的这个是普奖。普奖呢是14阵的高级礼品，咱来邀请阿伯的名演员来给咱抽出的10名，这个来参加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烈。接下来咱要抽是第5奖，吉安国文秀主人香3名，这个他的单道金车奖来给咱抽出。接下来咱来参与这个开球，金车奖到抽出是对的，所以来给咱宣布，接下来奖励第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。桃园县芦竹乡大竹路449巷6弄6号洪文福担任他的代表。这个咱这个第4届是这个2025，看大一国创工学的秀秀主奖，就是第6个彩手，咱以第6个彩手来抽这个2名幸运奖，高级的回头炉。谢谢。继续我们来抽的是第3奖，请阳台旗小姐来抽出，高级的奥妙机1名，文修这个酒会。这个是第1个，请有一个来有这个高级的奥妙机。请帮我。这是桃园县的观众朋友，桃园县平镇乡富站村40日达路2段70号吕秀玉小姐，恭喜你，谢谢。请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就是第5届的这个蔡姓粉丝，大家陈海涵我们某村这个第5届陈海涵先生，这边就是某村县的这个选择的这个修所谓第5届帮的协会来提出。这位是彰化县永庆乡永西村福联路348号刘吉美小姐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考证我们的顶点心。当然麻烦当时就来给咱弄一下头奖。差别较远。1号。台北市环河北路2段161巷1路5楼，男女6.4，恭喜！
咱们来就是特奖，这一年的比奖，再加大金箔创干我就是讲大金箔超过100，还可以记住。这个人也非常好。先生都收到啊。好了，对，混合采收。来，特长来倒拿起来。台南市安南区城北路68号林凤娥小姐，张惠丽啊，特长。非常感谢咱各位观众朋友、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，你来爱护着大金箔串江湖这出连续剧，为着你的爱护甲支持，互阮40集继续要连到52集，而且还有真侪观众朋友小可甲公司提要求，希望阮会当再继续制作下落去。这样讲为着时间的关系，阮已经搁增加12集，无法度搁继续的，爱搁等一段时间，制作单位伫咧找资料，为恁准备要制作大金箔串江湖的第2单元，就是大金箔游台湾，还佫有大金箔讲故事，一段一段慢慢啊找，慢慢啊要为恁制作，希望亲爱的观众朋友继续互阮爱护，继续互阮